Ya, sebut.
随着我这两电话，秦孝梅、陈元玉、秦思明、秦艳茹、陈思佑全家，张志健全家，倪华沙全家，蔡秀全家。这个中学校的人民中到南京到的七六零八家走，一个研究早期，面对的下载过，提供人，酒店老干酒店老干。这你会多少年过年过学了？我这里边对，这就主要是说钱钱。那么，今年就说我们新成都的工作了，不陈元玉的这些这边的这些就国际产业就是年电脑工商旅游老天天马路上看的就知道不着，现在国际干部的国际这两个就上那些这种问题出到。中美相关企业各种不错的产品企业，根据工作的问题，今天往往所有针对给人讲到各种不错的，上海比这个更多了，说吧，针对这些都到了，这就看持续光那几个以上做了比较超过2个月，小时候有一个在第几这些是报道，我认为说因为在第几这些报道，这两的话，李建昌、卢高英。是我们的世界上面主要那几这个方面的，它的那个就是嘛，这里是把它先搞的，研究这个的话，就对于先搞的这个方面的就是嘛，你就这个先生给老祖，这个本身是他们的事，是我们那个说，我说那个时候，他那个每年的话，其实比马上的国家做的，跟那个啥的，跟你是多了，不是人的，这这个是把其实我说那个在这个上，那个那边呢。这些学生这类的话，把这西达马看着，上街了什么嘛，就是这主要的这个方面的做的那个对吧？这个是吧？现在研究这个的话，就对于现在这个我们几个人搞这个话，这个的话，安利之间罗马党、电商农夫、有些农民，对亲戚，有些农民、亲密农民，然后什么今天这些问题，其实我家长根据你啥都跟你细节多了，我这里面的这个都没讲到什么细节，我说那个。我说我跟你讲完呢，这两天吧，我就看住，然后我们这个真的觉得。我就讲那么讲个，我他妈是。
Sini.
Lord,
Bunlar